主圣灵充满我。iPad， 这样可以直接可以，对不对？啊，要大一点的配，这样才可以看得到。配 iPad， iPad 放在上面。对对，用配的。有时候这个看不到了，这个有时候已经眼睛看不见了。啊，这个还今年刚配的呢，还是一样，赶不及它的速度啊。我们一起来预备会前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让我们今天早上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上帝。我们有的在线上，有的在现场，但是无论我们在线上或在现场，都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特别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也护卫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大得平安，你的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崇拜，无论是程序，还有人员、器械，都能够为主所使用，
保护我们，都在你的里面蒙恩，一切的程序都顺利顺畅。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续约。天走，住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是台湾现在疫情严重，弟兄姐妹无法来到教会参加崇拜，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直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愿这个时候圣灵大大的动工，使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能够重新得力。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眼目明亮，看清摆在我们面前疫情，也明白末日的各种灾难的临到是免不了的，让我们更加的警惕自己，警醒等祷告，做好准备，来等候基督二次荣耀的降临。主啊，也使我们的耳朵通畅，听清楚你的教训，让我们更认识你，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主啊，因此我们愿意谦卑自己，真心悔改，回转而得到救赎。主啊，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恶劣不安，但我们仍然能够靠主得胜，心里面充满平安跟喜乐。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210首《恩与大将》，我们唱全首。因你苦干软弱可怜，未见圣灵难复兴。主大慈爱已经应许，因此灵恩如大雨，恩雨将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第二节，彼此恩犹如大雨，教会有的大复兴。高山低谷都的恩雨，各处恩雨大声。恩雨将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彼此灵恩犹如大雨，愿主成就主应许。且求圣灵使我复兴，一生荣耀主生命。恩雨将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慈恩雨。第四节，第四
竟将我罪尽都承认，到主前显我心，恩雨将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施恩雨。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接下来我们来读诗篇104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诗篇104篇24到34节到35节的下半部，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读上半段，弟兄姐妹读下半段。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上帝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们一起来唱。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公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向你来祷告，求你来纪念。主啊，我们为中南美洲国家巴贝多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得到救恩。我们为此献上祷告。主，我们也要为台湾的卫理公会
北一教区台北卫理堂来献上祷告，为牧师李信增，愿你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使更多的人悔改信主，也与所有传道同工同在，使他们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所以也为着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使他们可以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跟政策，使整个国家人民因此得到蒙福。主啊，也为着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主啊，我们也为台湾的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以及军警人员来祷告，求你帮助他们，使他们的工作顺利，身心健康。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是在约翰福音14章25到27节，罗马书8章14到17节。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4章25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第二处是在罗马书8章14到17节。罗马书8章14节，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是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感谢主。今天的讯息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章1到21节。《使徒行传》2章1到21节，由我来攻读。《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也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5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还住在米索不达米、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细亚、布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者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坛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感谢主。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蔡伟文牧师。今天的题目是御风而生。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做礼拜。或许有人在线上，或许有人在现场，无论我们是在线上或是在现场，愿上帝都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今天在各个地方，那是我们同心合意的同一个时间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虽然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或者是跟大家有一起的接触，但是我们在心灵里面是相通的，而且我们在圣灵的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合一，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卫理公会每一个月的第1周，我们都是圣餐礼拜。所以我们也因为没有办法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圣餐礼拜，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在心灵里面，我们要在灵里面来领圣餐。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吃到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但是我们仍然在心里面来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领受，在灵里面享受，在灵里面一起的团体的生活。愿主带领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希望不要介意。那有一个人叫阿明，那这个人他因为刚失业，所以要去应征工作，那他就去一家公司来应征。那应征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他学历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个他也很担心害怕，不晓得考官会问什么，所以他就这个考官就丢了一张这个英文的这个文章给他，然后说你念一下给我听听。然后这个阿明他就拿起了这一张，其实他不知道怎么念，因为英文他也不会，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开始乱念了ABC 一起乱念了。结果后来这个考官在那边很惊讶的看着他，然后他想说会不会考官也是看不懂英文呢？所以他就更放心大胆了，他就说那就继续念好了，继续念。念完的时候，他觉得
已经完成了这个英文的文章了。然后这个考官看到他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给他拍着手，你已经可以进入我们的公司了。这个阿明心里面很想说，奇怪，为什么我随便乱念，他居然可以进到你的公司？他说，我们没有看过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可以随便乱念，可以把文章念到这么晚，所以你可以在我们公司里面来担任业务的工作啊。所以其实厚脸皮也是一个好事哈，可以随便乱念，也许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每一个工作也都是不一样的，也许需求不一样，或者我们真的不一定可以有那个英文的能力，但是厚脸皮或者是能够勇敢的去做这些的事情也是好的。求上帝帮助。其实当时的这些的勇敢的来传福音做见证，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那个笑话那个厚脸皮一样的意思。他们原本是害怕的，他们原本是担心的，但是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成为勇敢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是厚着脸皮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圣灵帮助我们，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用这个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多人需要用到快筛。那快筛的时候会有一条线跟2条线的差。那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图片，让我觉得会心一笑哈。他说：“凡事留一线，他日好相见啊，就是这个阴性的话就1线了。但是如果万一变2线的时候，就只好在家吃面线了哈。所以就尽量不要乱跑了。所以希望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有1线的，或者是2线的都没有关系。那如果是1线的，那当然上帝给我们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防护，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健康，跟人接触。但是万一是2条线的话，也不用担心，在家里面好好的防护自己，保护自己，只等到我们可以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阴性的这样的一个显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出门跟人家来接触。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有很多人需要安慰、鼓励跟这样的一个陪伴。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善用我们现在的一些的影音媒体，或者是这些的通讯设备，让我们常常去关心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特别我们在小组的里面，或是我们在我们认识的这些的同辈或是团体的当中，我们多一些的关心，多一些的去跟别人多一些的问候跟安慰。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知道，或是不一定晓得别人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关心到别人，甚至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为别人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不断绝我们与人的联系。我们仍然在这样的一个灵里面，我们或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通讯的当中，我们都可以彼此有这样的联络。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叫做圣灵的降临日。那我不晓得各位对于圣灵的想法或感受是什么？那至少我们在礼拜堂里面有一些的摆设是有改变的。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的桌巾变成是红色的，这个意思代表是圣灵的降临的意思。那当然圣灵降临有很多的意象跟图像。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有很多代表或是去表达圣灵像什么，有很多的图像或是意象可以去了解或者是表达。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提到圣灵像火一样，也有说圣灵就像鸽子。耶稣在受洗之后，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在他的身上。也有说圣灵像是风一样，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的第1章的第2节的地方，他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风，所以风的那个原文叫做 ruach， 意思就是上帝的气息运行在水面上。在创世纪的
第2章的地方，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用尘土创造了亚当，然后吹了一口气进到人的里面，所以那个气息，上帝的气也进到人的里面，所以原来的意思也是气息的意思，所以包括风，包括水，也是都代表着圣灵。那还有鸽子，这些都是代表圣灵。所以圣灵有很多的形象或是图像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边 John Owen 这个牧师他说，圣灵就是上帝的气息，表示上帝的临在，或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表征。所以不管是用气息来表达，或者是用鸽子来表达，或者是用火、用水来表达，用各样的方式都表达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就在我们的身旁，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透过圣灵，让我们看到上帝真实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所以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能够对这位上帝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圣灵的降临，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跟连结。虽然耶稣没有实体的在我们的当中，但是透过圣灵，我们与耶稣基督能够连结在一起。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灵使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与我们的弟兄姐妹连结，与基督连结在一起，与上帝父连结在一起。所以在使徒信经里面特别提到圣徒的相通，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因着圣灵的工作，教会就开始了。因为因着圣灵的工作，教会就开始生在这个地上。所以第一个教会的诞生跟生日也是透过圣灵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8节的时候，耶稣早就已经告诉他的门徒说要领受圣灵。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1章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好，那当然后面还有，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好让人能够得着能力，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教会为什么需要有圣灵？因为教会有圣灵，让我们可以得着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个人为什么需要有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有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已经把圣灵差到地上来，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领受圣灵，要得着能力，然后在各个地方来为他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的那个场景。第一次圣灵降临在这个团体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的第2章的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吩咐这些人要在耶路撒冷，要在那里等候。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在第1章的地方，他们常常在家里面，或者是在这个马可楼上，或者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等候，预备等候圣灵的降临。但是在今天的圣经里面，在第2章的第1节里面提到说，他们的所在的地方，他们聚集的时候，他说好像天上有声音，然后有一个大的风吹过来，然后进到他们所在的屋子里面。很多人会误会说，以为说是在这个马可楼上，所以这些人他们在那里领受了圣灵。事实上，按照圣经的脉络里面，他们并不是在马可楼上领受了圣灵，因为他们周边有很多的这些的外族人，或是外邦人，或甚至是这些旅居外地的犹太人，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所以那里容不下那么多的人。虽然马可楼很大，他们有120个门徒会在那里祷告聚会，但是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其实是在圣殿的里面。所以也就是这些的门徒，他们是在圣殿的里面，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这一件的事情。
所以也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在圣殿的当中，我们在上次有提到过有关圣殿的一个位置图的里面，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外邦人院。外邦人院是让那些进犹太教的外邦人，或者是这些旅居然后回来到犹太地区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在那里敬拜上帝。通常在圣殿的右手边是给犹太的男生可以进到那里来敬拜，但是左边的地方是给外邦人或者是这些旅居外面的回来的时候敬拜的。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在这个左边的地方，在外邦人院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领受了圣灵。他们在那个地方聚集，圣经里面说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有舌头有如火焰显现，然后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意象，人开始用舌头来敬拜跟赞美上帝。这一群人用舌头来敬拜赞美上帝，有圣灵好像火焰一样临到在他们的头上，让他们的舌头好像这个火焰一样，可以一直在那里来唱诗敬拜赞美。更可观的就是他们用不同的腔调、不同的声音来敬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4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4节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说的话。第4节一起念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些人，他们聚集在那里，因为说了别国的话，他们在那里领受了圣灵的时候，就开始讲出了别国的语言、别国的话语，以至于在那里很多的人，他们都听到，这些人本来是加利利人，他们的口音本来都是加利利的口音，居然他们突然间就变成了是用各个地方的方言来传讲上帝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注意到的是圣灵的降临。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舌头如火焰，然后大家讲出这些的各个不同的腔调。很多人把焦点只放在这里，但是忘记了真正的重点是，他们用各个地方的方言来讲上帝的大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降临不是只有让我们讲方言，圣灵的降临是要让我们能够讲出上帝的大作为。所以即使你没有圣灵的恩赐，即使你没有会讲方言的恩赐，但是当你能够传讲上帝大作为的时候，那也是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才能让我们讲出上帝的大作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人会误解有关圣灵充满的事情，特别在传统教会里面很少讲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很怕好像跟圣灵恩赐或是跟灵恩派有些怎样的一个连结，所以以至于我们好像很怕去讲所谓的圣灵的充满。但是事实上那个是2个太大的极端，一个极端就是不敢讲圣灵，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圣灵当作只有圣灵的恩赐。事实上圣灵的充满它有一个定义的，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定义跟解释，圣灵充满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提到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里提到的。他说，他的爱充满你的感情，他的道充满你的理性，他的旨意充满你的意志，这叫圣灵的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充满不是很玄的东西，圣灵充满不是很特别的东西。圣灵充满是什么？你全人让圣灵来管理你的感情、你的理性、你的意志，全然被圣灵来掌管，这叫圣灵的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能被圣灵充满，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全人是被圣灵来掌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或许有人会说那我没有圣灵的这些的恩赐，我没有会讲方言不是向人家祷告然后就倒在地上，这样是不是圣灵的充满？当我们的情感被圣灵来管理，当我们的理性被圣灵来管理，当我们的意志被圣灵来管理的时候，这就是圣灵的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除了可以讲别国的话，还有用圣灵的充满，我们看到彼得可以让3000人讲道，让3000人可以在那里扎心信主。
有很多人他们透过圣灵的充满，能够去做许多的大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宣教士，他们透过圣灵的充满，以至于他们能够去做超过人所想象的事情。当我们人被圣灵来管理，被圣灵来充满的时候，上帝就透过我们来传讲他的作为，传讲他奇妙的事。今年是台湾这个基督教进到台湾里面正式进到台湾里面的150周年的纪念。2位宣教士，姓马的宣教士台北的马街，南部的马雅各，他们都是宣教士。他们其实也没有记录说他们会讲方言，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恩赐。但是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纸皮箱来，但是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很多这些的宣教士，他们建立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都是超过人所想象的。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做这些。所以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有单指着某一些特定的现象，而是指着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完全被圣灵来掌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17节的地方，当这些人他们很惊讶，或者是当这些人看到圣灵充满的这些的门徒的时候，这些外族人或者是这些旅居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很惊讶，甚至他们误会或是误解了，认为说这一些人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牧师也要做一个解释，就是其实有时候会让人看起来好像喝了酒一样，但是喝酒的结局是混乱，或者是喝酒的结局是无法受控，或是喝酒的结局是让人这个不受控制的。但是圣灵的充满是被圣灵来掌管，是被圣灵来管理的，所以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有人会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不一样的路，其实它有一些部分很相近。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些人很陶醉的，这些人好像在享受的，好像是喝醉酒的人一样。所以人看见他们的时候说，这些人好像是喝醉酒的。但是事实上，彼得就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解释。他说：你们以为他们是喝醉酒，其实并不然，因为他们是被圣灵来充满的。而且彼得还特别举了在先知书里面的一个例子，这一段的圣经在约珥书里面的2章28节到34节里面所提到的经文。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约珥书的第2章28节到34节里面就提到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西元前的，在基督降生前的700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提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圣灵要充满，要临到在人的身上，会发生一些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17节的地方，这个彼得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念一下17节，一起念来。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降临的时候，当圣灵浇灌的时候，有许多人他们就有这些圣灵的恩赐跟能力。有的人他们要说预言，有的人他们要见异象，有的人要做异梦。这些事情在末后的日子，约珥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些事情都会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果然这些事情就发生，而且活生生的让人可以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在旧约的里面不是没有圣灵的充满，有很多在旧约里面也提到圣灵充满某一个人，以至于他去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真正提到在圣灵的降临，甚至临到在人的身上，或是临到在人的心里面，而且长久住在人的心里面，是在使徒行传之后我们看到的这样的记录。所以过去在这些的先知，他们就已经预言在末后的日子有这些的事要发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卫理公会并不拦阻，或是并不去禁止有关于属灵恩赐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误会以为说，好像传统教会，好像卫理公会是传统的教会，不领受圣灵的事。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我们领受圣灵，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但是这是要被节制的，要被圣灵来管理，而且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要荣耀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充满不是要叫我们夸口自己，圣灵的充满是要叫我们夸口上帝。圣灵的充满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合一，而不是分裂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圣灵的里面能够合一。因为圣灵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做的心事就是将教会建立在这个地上。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喜，很多人会把这个误会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还有很多满有圣灵，这些都把它混在一起。其实圣灵的喜代表的就是圣灵初次的临到在这个人身上，当领受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跟历程叫做圣灵的喜。然而受圣灵的喜之后，要持续的被圣灵来充满，或是持续的被圣灵来掌管，这个才叫圣灵的充满。但是圣灵的充满跟满有圣灵又是不一样的。满有圣灵是我这个人全然被圣灵来掌管，而且是持续的。圣灵的充满有时候只是暂时的，或者是有短暂的，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会出现，因为圣灵临到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人就全然被圣灵来完全的得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喜让我们可以领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可以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满意。但是满有圣灵是我们这个人全然被圣灵来掌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去经历跟享受有关圣灵的充满这件事情。圣灵是持续不断的充满在教会的里面，让教会能够被圣灵来掌管。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圣灵工作在教会的里面，让教会能够为耶稣来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的地方，这里就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透过圣灵的工作，教会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的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章13节，一起念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灵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当我们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受圣灵的洗，被经历了圣灵的临到跟临在跟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当然指的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成了一个身体，然后隐于一位圣灵，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都被这个圣灵来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在这个团体的里面，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体。所以很多人认为教会好像很简单，好像认为教会是只有人聚集的地方。确实它是人聚集的地方，但是它最美的地方就是它是靠着圣灵能够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不是我们随便的一个地上的群体，因为它是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同在的群体，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我们都成为一个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常常提到说，教会里面不管我们是高官贵族或是贩夫走卒，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叫做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或年纪，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教会里都称为弟兄姐妹。我曾经提到有一个弟兄，我们在马祖有一个弟兄，他带他的孩子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称呼他的儿子叫做林弟兄。那因为他们家姓林，然后他就称呼他的儿子叫林弟兄。那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不是叫孩子的名字，是叫他弟兄？他说，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虽然他是我的孩子，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他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许有董事长阶层，也许有这个政府的官员，或者是我们是摆地摊的，或者是我们是做任何的职业或工作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了一体，成了一个身体，
不是分别的，是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做合一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分裂或是分别，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的阶层，有很多不同的群体，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跟地位的人。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但是如果要把这些人合为一体，唯有在圣灵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火来形容圣灵，包括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火焰的这样的降临在个人的头上。他说圣灵在这里提到说，圣灵在基督徒内心工作的记号，是使他爱上帝的心如火燃烧，但不致狂迷，使他有清洁神圣恩慈谦卑及爱火中烧的心。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温暖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温度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火的燃烧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让我们成为对主火热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对上帝冷淡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有火热的心的基督徒，因为有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卫理公会的标志，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们自己卫理公会的标志，我们是一个十字架，旁边有2坨的火焰在这个地方。旁边那个火焰的意思，十字架当然代表的是基督的上帝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火焰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卫理公会的教会里面，不是不讲圣灵的，卫理公会里面要讲圣灵，讲圣灵，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圣灵来掌管，有这样的一个温暖，异样的温暖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在1738年的5月24号，当他重新生命改变的时候，他说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异样的温暖在他的里面，好像催促着他，好像让他可以更多的认识上帝。所以他25岁当牧师，但是35岁的时候，他才经历到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这是他的重生经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就可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火热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让我可以火热来追求上帝。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那样的火热，我们的火热可能都是短暂的。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火热才能够持续到永久的。所以我们来看到，在初代的教会里面，跟我们现在理解的教会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初代里面谈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讲到宗教的场所，不是指的我们现在的和平2路437号，不是指这个，也不是指宗教的活动，不是指我们现在这样做礼拜，不是只有这个，还有什么？然后也不是讲到宗派，不是卫理公会、信义会、浸信会、长老会，不是只有这个。他们想到的是一群跟随基督的天国的群体，而且他们的使命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得着圣灵，然后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到20节里面提到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当我们去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去教导人、带领人成为门徒信主的时候，他说他与我们同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没有实体上的看到耶稣，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可以为耶稣做极大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教会的一个生日。我们说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日对教会很重要，是因为这一天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教会开始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历史上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不但是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行业类型的人在里面，而且他们都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每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每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透过圣灵得着能力，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教会有这样的使命在，
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团契、彼此交接、彼此擘饼，不是只有这个，而是我们要来为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生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教会的使命里面，回到教会，上帝设立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我们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各个地方来为他做见证。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平台，帮助弟兄姐妹，造就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圣灵充满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要高举人的权威。很多人以为说，好像圣灵充满这些人，哇，这些人好像是他们会讲方言，或是他们会有一些的属灵恩赐，好像他们特别的厉害。圣灵的充满降临，不是为了要建立权威，而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一起念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个地方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会供应我们跟随耶稣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是在内在的或是外在的，不管是我们内在的需要或外在的需要，圣灵都提供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来为耶稣做见证。包括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罗马书里面提到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跟各位讲一个美好的见证，在10年前在加东开拓教会的时候，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我们的台北的雅各堂的年轻人，他们来到加东这个地方，要协助教会要来办夏令营。当他们要来的那一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是，那一年加东国小请了这个叫做朱宗庆打击乐团到学校里面来办夏令营。那办夏令营的时候，这个几乎全校的学生，这个加东国小的学生全部都去报了这个朱宗庆的打击乐团。所以我们的这个雅各堂的年轻人，他们下来要办夏令营的时候，哇，糟糕了，没有学生，没有人要来报名教会的这个夏令营，那怎么办？那很多年轻人他们在那里懊恼说，我们没有收到学校的报名表，学生都没有来报名，那我们是不是白来了？然后而且还有碰到一个这么有名的团体，他们在这里办夏令营，我们怎么跟他们拼？所以这些人他们在学校的阶梯，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学校的阶梯那边，他们一直在那里懊恼，然后说我们到底有什么？我们怎么帮这些的孩子？我们怎么来帮这个教会？后来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当他祷告完之后，他就站起来，跟所有的这些来办夏令营的年轻人讲，他说：虽然我们没有乐器，虽然我们没有这些老师，但是我们有爱心啊。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爱心去帮助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可以来到这边来这个办夏令营，能参加夏令营。所以这些年轻人他们被这个年轻人激励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到加东的街市上去看到小朋友，他们就去邀约，然后去个别的在夏令营的前一天，他们就个别的去邀约这些年轻人、这些孩子们到这个来参加这个教会办的夏令营。所以后来经过了1天的努力之后，隔天夏令营开始的时候，居然有30几个孩子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夏令营。这个人数是远远超过这些年轻人他们所想象跟期待。他们本来认为说大概10几20个应该就可以了，结果有将近30、40个孩子挤到那个时候的加东的教会的地方。然后当这些年轻人他们正在惊讶的时候，这个学校的校长跟老师也突然出现在这个夏令营的里面。然后那时候校长还特别做了这个见证，他说：我们的老师们听到你们的年轻人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有爱心，
他说这些老师们心里很感动，他说这些年轻人从台北下来，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只有爱心，用爱心来服侍这些的小朋友，他们心里面是很感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没有很多设备，也许我们没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吸引人，但是如果能够有圣灵的工作，有爱心的时候，在那里工作的时候，那些的事工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跟期待。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帮助，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来服侍。第二个，圣灵充满是要让人可以进入真理，所以圣灵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提到说，圣灵要彰显的不是自己，他要彰显的是圣父跟圣子，所以圣灵是要为圣父跟圣子做见证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耶稣怎么样来说圣灵？我们来看14章16节到17节，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真理，我们要认识真理，除非透过真理的圣灵，我们才能够进入真理的里面。所以很多人说圣经读不懂，为什么圣经我看不懂？不晓得圣经里面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如果要进入真理的里面，需要透过圣灵来引领，让我们可以进到真理的里面。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那么现在人的里面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亮光，让人没有办法能够领受、看见或接受属灵的事情，或能够来认识福音的奥秘。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所以要能够读懂圣经，要能够了解上帝的话，要能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启示或奥秘，唯有透过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里面。第三个，这尤其重要，就是教会需要被圣灵来充满，也就是教会要被圣灵来管理。所以圣灵充满是让教会被上帝来管理。所以上帝来设立这个团体的时候，上帝设立教会这个团体，要让圣灵来管理，让圣灵按着圣灵来行事。教会不是按着钱多少，不是按着哪一个人的势力，而是要按着圣灵来行事的。所以这个麦安迪牧师这样说，他说耶稣基督怎样管理他的教会，是透过他的灵还有他的话。所以教会怎么样管理？教会不是透过金钱来管理，教会不是透过权柄来管理，教会要透过上帝的灵还有上帝的话来管理教会。所以不是透过我们有多少的经费预算，也不是透过哪一个人的势力，哪一个人的这个领导力比较强，都不是，而是要透过圣灵和上帝的话来管理上帝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透过圣灵跟上帝的话来管理教会。所以我们期待教会不是只有充满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单寻求教会的增长、人数的增长，我们要寻求的是圣灵的充满。所以不是只要求人数，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迷思，就是以为教会人很多，越多越好。但是事实上更重要的是，要充满的不是只有人数，而是要有圣灵的充满。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圣灵降临日的时候，重新来思考，教会要被圣灵来管理，要被圣灵充满，而不是只有坐满了人。坐满人是很容易的，但是要被圣灵来充满，必须要我们全然的顺服在上帝的圣灵跟带领的当中。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被圣灵完全来充满。所以圣灵引导跟赐下能力，圣洁的生活，爱主所爱，让我们能够受安慰，就是圣灵的工作。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全然被圣灵来管理，能够按照圣灵来行事，让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的意志完全来受到圣灵的掌管。愿上帝带领我们。今天也是圣餐主日，虽然没有办法实体的圣餐领受，但是我们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灵里面也领受圣餐。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圣灵降临日，使我们重新来看到教会的使命，
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并且能够来各个地方，在各个地处为耶稣做见证。愿你施恩来带领，让教会成为圣灵充满的地方，不单是人充满的地方，是圣灵充满的地方。让教会被上帝的话还有上帝的灵来管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都一切蒙恩。我们的家庭也被圣灵来管理，我们的工作也被圣灵来管理，我们的一切全然被圣灵来管理。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今天牧师分享了圣灵，好像圣灵不是遥远的，好像就在我们的旁边哈。那我们可以随时追求它，也靠着圣灵，我们不管是碰到任何艰难困苦，我们都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是大有能力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是在新灵粮诗选的300首，与主合一，我们唱2遍，那我们就全首唱全首。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因为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受我这病，主亲自地这杯，我是何者因为与主合一，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相知，相随我那一世，却相助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丰富有余。主啊，求你也帮助，让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有的奉献一部分用在你的圣工上。主，我们知道，主奉献是服事，也借着奉献，你让我们更蒙福。主，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那奉献，因为现在现场不受奉献哈，那可以讲奉献投入奉献箱，或者以汇款的方式来奉献。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向主献成歌》。我向主所求，都是主赐的恩，把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同福人。请坐。问安差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只要唱1遍就好了哈。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拱手问安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哈。我们就简单的把今天的教会消息先报告一下。今天是圣灵降临节，那欢迎实体还有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那我们现在继续依照卫福部的2级防疫标准来做一些有关防疫的规定。那今天是6月5号。圣餐主日还有小组会议都暂停一次，因为疫情的原因。那11点40分，就是有同工们、执事们会有执事线上的执事会这个请执事们注意一下。11点40分会有执事线上执事会那请执事们预留时间参加。那疫情的影响，周四的祷告会都会改在全线的线上举行。那各小组或者成人主日学的活动就由各组来决定线上或者维持实体这个是各组或者是来决定。那主日崇拜不管是台语、国语，还是以直播为主了，但是仍然半开放实体，所以说如果是有人还是愿意实体来聚会，可以来参加的。那这个我们会执行到从5月22号一直到27号。那另外就是线上直播崇拜的部分因为是主体所以我们的奉献或者要一些就不管是特定奉献或者11奉献就可以用周间交给办公室，或者用转账的方式，那或者是用信用卡奉献。特别是转账奉献的话，请填写姓名这样子教会在作业上面会计作业是比较方便的。那另外就是原先要推动的圣经由中讲座，还有圣经测验因为疫情的原因暂缓进行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暂缓了。好，那制服艺人学院也是因着疫情的原因暂停课。那6月就是现在还是要再观察是不是要复课。另外就是剩下导轮的部分可能6月也马上就要结束了，继续为他们祷告。还有爱读经计划，请继续的能够参与可以为大家来继续自己的灵命的成长是有帮助。那我们也继续的为升大学或者高中的一些同学郑优、瑞恒、博任祷告，还有勋生。另外有几位是近期要祷告又要参加考试的，是如新、家辉，还有一方，那还有一个陈文瑜这几位请多为他们祷告，他们近期有一些考试。成组的部分好像在6月底要结束那这个部分也继续为这个成组的部分来进行顺利来祷告。为着我们教会增长的人数继续的祷告。另外就是
肢体消息的部分呢，近期的疫情非常的严峻，那请弟兄姐妹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也为着教会年长还有年幼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啊，因为现在疫情非常的严重，很多的年老或者年幼啊，特别的有一些危险性了。那为4打3、4剂的会友，还有5到11岁儿童4打疫苗，在4打当中有平安，4打后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另外是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祷告，那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为着我们在当中有染疫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身体恢复健康，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特别为着我们当中染疫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健康。你乐意你的儿女都是强壮健康的，愿你恩待你的儿女都蒙恩，让我们脱离这些的疫情的影响，脱离这些的伤害。主啊，将平安、喜乐、健康赏赐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能够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那有病痛或者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